对啦，然后他后来就说上去呢要寄一个挂号给他。哦哦，哎哎哦，先生啦。哇，是啊。啊，阿妹啦。学妈妈，哇，是啊，阿妹啦，唔知。你报警了啦？干嘛呢？干嘛？我见咱过了啊，无差。有人无？带我看看有人无？无啦，走啊啦。直接照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去袂对，去袂对，啊，移落都，移落就好。哦，你还不？你要登去哦。